我答應咗你喺呢一集裏邊咧，就講喺深呼吸過程裏邊咧，點樣去揾到呢個零點場，呢個虛空，亦係我講嘅思想同思想之間嘅嗰個空間，係乜都冇嘅空間，但其實乜都有嘅空間。乜都有同乜都冇嘅空間，其實係可以並存嘅。但係呢個比較深入啲嘅學問咧，我哋遲啲先講啦。我哋先去練下，就係當我哋吸入去嘅時候咧，譬如我哋話4或者5啦，吸入去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停一停，停一停，唔好辛苦，即係停一停，喺嗰幾秒裏邊停，試下再停5下，先至呼出嚟用嘴巴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再停一停，然後再呼入去1、2、3、4、5，再停一停，再呼出去1、2、3、4、5，再停一停。咁我哋喺停一停嗰一刻咧，就係我想你哋喺嗰一刻裏邊先揾到一個空間先啦，唔好俾一啲咁深奧嘅名字佢啦。咁你就會發現，咦，我係任何思想都停咗喎。當我任何思想都停咗嘅時候咧，你係真正靜下來。我哋不嬲都喺度講，當我哋可以靜下來嘅時候咧，就係我哋最豐滿嘅時候，最揾到自己高我嘅時候，同高我可以一齊嘅時候。咁所以我係好珍惜呢個機會。